在地人在地情來看台南永康大灣的聖巡大天府，已經有10多年無做醮了，所以今年特別舉辦關北台聖事，由國有宮輪流排班扛轎，向神明來請示做醮各種的事項，吸引到真濟鄉親來觀賞，相當的熱烈。台南永康大灣聖巡大天府辦關北台聖事，暗時伫廟埕廣場由國有宮輪流排班進行扛轎來請示做醮的事宜，有真濟鄉親來看熱鬧。聖事要辦就愛關北台，因為關北台時間是無一定幾工，愛關甲講上天下旨。這間廟埕改建完成後，為民國89年到今有10多天的時間攏無做醮，所以講依照傳統的古禮來關北台。過去有做3個醮，因為聖巡大天府是做王尊醮。儀式時間有長有短，演過上久有28天，暫的是第4天。廟方感謝國有宮的協助，讓這個儀式會當順利圓滿的進行。